今半日吼，其实当番去做啲绕墙度，你个请线上来到节目地图，然后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，你个客家文化啦，吼，你客家你讲做农事吼，做体嘅世界好有。汉的世界做得去欣赏嘅，伊啲你客家嘅法通，可能係上對先生來講吼，可能嗰個感觸較深，有冇？唔過對一下嘅後生人來講，其實佢也唔係講哇，以前有做農事嘅世界，哇，千無限嘅農事過後係講有時間有機會做得去看安樣嘅法通，一下嘅後生人可能談起來嘅時間，叫乜嘅東西？唔過一下係講幾年下來哦，還係有安樣嘅節慶嘅時節，節慶嘅時節還是有機會做得看。你講布馬陣有冇？布馬村也係講布馬舞安樣嘅東西。我說基本上吼要呢個節目好好嚟設計一下乜嘅東西。佢上一趟嘅節目你有講到嘛？吼，有講到跟先生講，哇，這個布馬陣嘅一個稱頭，有冇？布馬舞，嚇，其實係一種嘅舞頭，簡單來講係安樣嘢。不過呢，講到陣頭，其實它還是有個主軸的故事的，對，有隻故事嘛。對，乜嘅衝年，乜嘅故事係嘛？是在講起一個布馬村來講嗬，我就要同大家來講，真是一起年並唔係講布馬村，係講蒼年拜相。啊，蒼年拜相，係蒼年拜相。我有講過咩？在以前喺度，我4年時間，同個老人家講，佢講啊，哎呀，到公園下嚟啊，出啲養布馬，哦，你布馬睇個鬧熱，哦，人講自拋越幫就越旺啊，嚇，公園真有一樣嘅氣氛啦。所以啊，個布馬以前人嚟講蒼年拜相，佢一定有原因，嚇。也老一批同嚟講，講哎呀故事可以啦，係靠到蒼年為最高容易，係冇唔錯，最高容易。所以你靠到蒼年以後呢，我乜嘢？我搖嘅，我搖嘅，嗰晚呢，我去鄉野府參拜一個鄉野，甘車是錯嘅，鄉野，所以一個真實的故事叫做蒼年拜相。哦，但是呢，哎呀政府呢，後尾同意，因為講也係啲村頭，所以後尾就乜同意講改個乜嘅村，好嘛4村、2村、布馬村、白家江村安樣，生嘅一樣嘅搖籃。故事我唔講像先生講嘅嚇，安樣嘅故事有冇？它是一定要維持，聽說會維持。唔過有啲聽某其中嘅地方係，其實現在還是會加入青島創新嘅部分。對，比如講家下上趟節目先生有講到拱把婆嘛，有冇？裡面還有馬夫啊，有蔥年啊。唐宮一下有加入假日一條某其中嘅角色，係做得講，像係通活一條。除了通活以外呢，我當然啦，人講鬧熱，多張鬧熱啦，人多張鬧熱啦，養布馬未重要。真實嘅布馬村，你講都有三五十年嚟養啊，嗬，看起來就人講嘅佢冇人鬧熱，所以呢，我喺談老一批講，係真實愛人鬧熱，愛人愛較多地位，所以人講嘅一個公婆婆意思咧，就係講蒼年咧阿爸阿妹。比如講，我自家拉靠到蒼年咧，有搖嘅，我做阿爸阿妹嘢喺咪當跳，係佢聽錯戲啊，所以我掂一下，我掂一下呀，所以我做一集我公爸婆，佢會弄嘅人，佢弄喺度一千成次，佢弄到千成次，看起來食材嗬，嗰種嘅感覺係要用嚟形容，那種感覺嗬，佢就是輕逗趣，對，就當逗趣啦哈，所以呢，後尾呢。因為像公爸婆嫁落去以後呢，也係按看起來，係真係在睇場面嚟講，係啲元素係啲識，所以我要再同你講啲乜嘢，係個漢船，漢船，我問下羅貝尖，也係變呢個肉體上冇嘅東西嘛，所以你講變漢改得漢，漢船，加羅貝尖，甚至加魚嘅落去。相片有看到我一五嘅之類嘛，潮啊，係冇？讓我到六體向潮咯，所以讓我到六體向嘅咯，也就按到鬧拍。希望會吃到不合邏輯嘅。當然，有人會因為講也不合邏輯，但是我就講過咩？也嚇人講鬧熱，愛人多生鬧，
哦，所以加掉一条东西落去，哦，吃到就讲可以就看脑旁，但是以真实的故事，还能以布马称为准。哈，冇错，佮先生佮加嘅东西像鱼的啊，也係船啊，感觉係水里的东西，为什么没有加路上的东西？哦，你看我这样问是门外汉嘛，排谁，冇嘅問題嗬，輕膚淺嘅嘛。因為樣呢，唔像嚟講，係每年嘅上燒啊，係就會嚟同你做。哦，上燒也要啊。比如講今年係龍年嘛，我會做一隻死龍嚟贏。哦，喺今年我就做一隻太極功嚟贏。有，像亞子嘅太極功有冇？相片都看到嘅先生老太極功。太100件嘅太極功。老年偏高呢，嗬。哦，像牛年呢，我會做一隻牛嘅。哦，來討牛嘅你贏，哦，講比如講豬年就做隻豬妹妹醬嘅來你贏，一最主要就安農年啦。安農年燒大家一啲快樂嘅氣氛啊！唔講唐先生講吼，吃到嘅心情食材係很快樂，因為講唔掂嘛，因為吼，你就會知道講，其實做到按到嘅事情只有一個目的，嘅目的就係鬧棚、鬧熱、農年歡喜，是先生講嘅，農年是錯嘅，嘅規則嘅你講布馬陣、布馬陣出來嘅時間，哇，年輕到有冇？哇，然後可以看到唔同嘅角色嘅扮演，對不對？有公八婆啊、馬夫啊、船的啊、通物啊、的啊，還有當然馬是最基本嘅東西。然後在那邊跳啊，弄安樣嘅稱頭就感覺上輕鬧棚、輕鬧熱、輕有氣氛，簡單講樣安樣嘢。唔講外地啊，其中吼，無強嘅地方係嘛？嘅鄉親朋友看到吼，有看到青島嘅相片有冇？給地都有青島嘅老師看佢以後上嘅相片哈。哦，給他差唔多30，真的是30多年前做。30多年前，因為表示嘛，嘅欣賞其實吼，這個連道具都去甲做。對，跟你嘅手工藝咩輕強呢？也唔敢啦，因為我有講過，呀，農業時期，跟我爸爸佢做嚟講，佢稱為破咩的。泡咩？所以有咩市場有咩定義好泡咩咧？食材個冇按改，有時哦，數泡都太麻煩。但是呢，學久就吃嘢，就講我當然講泡得清醬冇。你像一條道具，唔講原先呢要錢買，原先呢要錢買，但是一做嘅呢，山方隨時就有起。改良時感覺上是就地取材嘅感覺。就很多就地器材，所以起轉了以後呢。鋪咩咧？咩咧鋪好？而做每一隻通物出現嘅時間咧，而寫佢哋構圖，構圖嚇。將地講等下，而用做嘅時間，將做起來，將我要知啊，咁樣咧，做得發揮你自家創造力。本意講，今年乜嘢係嚟做樣嘅東西，知道講，大家看到，今年比如講，要馬年做馬，嘅後年嚟做得太神聖，要未做得啦，本然可以有個人家布馬車要加一啲東西啦，要無窮樣哦。如果以前嘅兩時，我看到青島嘅師傅，你做啲講師傅，有冇像是元宵節有冇？元宵節嘅時節哈，你講元宵節，你講小過年之稱嘛哈。你看嘅兩時會做很多的燈籠，你要送燈籠，但燈籠以前哦。好，其實很多師傅其實是用欣賞講嘅鋪咩咧，對鋪咩咧，然後他去做一隻燈籠。唔過我今日看到青島嘅相片哦，還知道欣賞，好像都快像做燈籠一樣。唔過給冇共用啊，對，唔過它就像是做一個燈籠一樣。共用嘅情形。那外面你再幫它糊紙，嘿，做兩個冇，再把那個紙。同意疊布嘅啦。疊布誒，沒紙誒，沒紙誒，疊布誒。所以其實這樣子也是跟爸爸學的。爸爸學嘅，佢唔係，我爸爸學佢以前做嘅係乜料，以本地青島，本地，甚至人講做嘅好嘅嘢會做，佢也會做，會做，所以我真講我親皮膚以前類皮嘅嗬，完全不卡農機都是自家嚟做，冇難也掉啦，人講嘅茶類啦，但是一定唔會做嘅，喜歡做一樣嘅通過做起啊，所以。因為細隻我有講過嘅，自家做嘅時間，佢樣事真是乜嘅就難，冇錢，唔買人講嘅天賦不會就冇辦法，買原先嘅嚟講，只能去攞杯加減鹽都能加減下，就按樣嚟做啊。唔過先生，就係因為嘅兩事，乜嘅東西都冇嘅關係，故說這個手才可以練就這個一身嘅好功夫啊，做得按講啊，因為你講嘅兩事，一樣啦，人講。
磨的东西，唔是讲想办法去装出来，怎我有办法磨练出自家嘅想象力啦，自家嘅创造力啦，啊，有冇？一下嘅生意會搞嘅時間，迄個百貨公司吼買嘅。你講生意搞嘅東西就有誒玩具嘛，吼，唔過嗰種是因為嘛嘅都冇。有一種東西叫做，你愛講按用錯嘛，按必講係冇，必你知道那個必卜嘅係冇，唔講嗰種是嘅必卜嘅，也係去嘅竹拿，你講竹拿地度有冇去？那個也是嘛，對不對？去叫做什麼？去把那個竹子給做嘅記下來以後，佢夾嘅可能要拄好同必卜紙平台，用快用。係啊，你看嗰種時嘅生意搞嘅東西一起搞做，嘅唔過講起來吼，其實老師你講那個材質，道具的材質，你說除了做嘅，其實嘅材質也輕重要。對，從一做嘅來講，我哋做一個布馬啦，甚至一其他道具嘅來講吼。唔係用一般嘅做嘅了，唔係講烏葉做啦，一麻做唔係，我哋用乜了？家族嘅，家族就誒條貴語講嘅貴族，貴族，家族嘅，因為佢家族嘅運氣較好。我迄唔啲啊，我迄啲嘅貴族親好食啦，因為貴族筍啊。族筍啦，因為嗰種做嘅嗬，人運氣也較好，較唔會變形，所以我因為老人家也有同人那樣講，所以人就盡量用家族嘅來鋪咩咧。所以佢嘅承受力也較大。對，因為自從市場講佢較有運氣。較有運氣。吼，古時候嗰種是很好哦，你看，佢生意有排嘛，去請嘅貴族做嚟做嘅道具，希望嘅也做啲是嘅貴族水有冇？較老嘅時節有冇嘅做嘅就拿來用。講起來哦，因為我冇理啦，做嚟講在幫用嘅部分嗬。做得講當腦棚啦，似腦棚。一般咧做嘅嗬，像我哋一開後生嘅時間，當我先嘛，佢體力好嘛，當我先不嘛往往團兩節嚟啊。係啊。所以以前我一開始嘅時間，我並唔用做嘅做。唔係嘅用乜嘅？我去山上飼田嘅。田呢？田呢？嗰田呢嗬，飼田呢做得講速度鬼數嘅那種咧。哈哈。嗰唔曉得，較唔曉得搏嘅嗰條田呢啊，嗰田呢，因為佢田呢。一條來講，全部都係日嘅全部咧，博體上起地都會睇咧，佢睇嚟來嗬，軟線就啦，佢水彩軟線。真勁嗬，我要知道佢睇嚟嗬軟線啦嗬，佢講大聲型也真好用嗬，講社會其實，我要知道嗬，欣賞其實你也以好高嗬，就是因為好高嘅聲型嗬，真有天分，有天分，佢接觸過後咧就有創造力嗬，也有想象力嗬，咁所謂張做定嗬30年過後嗬。你要按到嘅，你就才情嘅欣賞嗬，做到也要同大家來分享嗬。咁個另外想講，你個布馬裙嗬，咁其實欣賞講嘅，哇，青菜想做下嗬，去鋪做嘅啊，青菜做是有咧，其實還係有一道嗬，以辛苦嘅狗腸嗬，所以鄉親朋友嗬，談你個這個欣賞嗬，來分享了啲東西嗬，實在是有談到很有意思。咁個係請大家先聊下嗬，另馬茶等下陣再嚟繼續來打嘴鼓。